詩篇52篇，以東人多益來告訴掃羅說：大衛到了亞希米勒的家，那時大衛作這訓誨詩，交給聖詠團長。神的審判和恩惠。勇士啊，你為何作惡自誇？神的慈愛是常存的。你這行詭詐的人啊，你的舌頭像快利的剃刀，圖謀毀滅。你愛護勝似愛善，又愛說謊，勝於愛說公義。細拉，詭詐的舌頭啊，你愛說一切毀滅的話。神也要毀滅你，直到永遠。他要抓住你，從帳棚中拉你出來，從活人之地將你拔除。細拉，義人要看見而懼怕，並要笑他。看哪，這就是那不以神為保障的人，他只倚靠豐富的財物，在邪惡上堅立自己。至於我，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欖樹，我永永遠遠倚靠神的慈愛。我要稱謝你，直到永遠，因為你做了這事。我也要在你聖民面前仰望你的名，這名本為美好。詩篇第52篇靈修指南。主題：公義的審判與神的信實。經文重點：一、對惡人的譴責。詩篇以對惡人的譴責開始。詩人直言不諱地指出那些依靠自己的財富和權勢的人，他們的口出惡言，並以謊言為生。這提醒我們要警惕那些以不義和欺騙為基礎的成功，並思考自己的言行是否合乎神的旨意。二、神的審判。詩人宣告神必定會將這些惡人推翻，並使他們的根基完全毀壞。這強調了神的公義與審判，讓我們明白，無論惡人看似多麼強大，最終都會面對神的審判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應該堅持行公義，信靠神的審判。三、神的信實。詩人轉向讚美神，宣告神是良善的，並且的恩典永遠長存。這部分強調了對神的信任和感恩。無論外面的環境如何，我們都應該在神的信實中找到安慰和希望。詩人表示自己將永遠信靠神，並在神的面前宣揚的名。默想：你在生活中是否曾經因為他人的邪惡而感到焦慮或不安？這篇詩篇如何幫助你重新看待這些情況？當你面對不義困難時，你如何能夠堅持信靠神的公義？你在生活中如何能夠更加明確地表達對神的感恩和讚美？禱告：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的公義與信實，願我在生活中能夠堅持行公義，並在面對邪惡時信靠你的審判，讓我常常在你的恩典中找到安慰，並以讚美的心來回應你的信實。奉耶穌的名禱告。阿門。行動：一、反思言行，花時間反思自己的言行，確保他們是合乎神的旨意，並在生活中追求真理。二、讚美的實踐，每天找一個時間讚美神的良善，並感謝在你生命中的信實與恩典。三、行動的見證，尋找機會向他人分享神的信實與公義，並鼓勵他們在困難中也能堅持信靠神。願這靈修幫助你更深入理解詩篇第52篇的教訓。願神的恩典與你同在。